先問翻你做咗中心幾耐啦？而家20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，第8年開始。開始第8年。嗯，即係5月開始第8年，我5月入職嘅。禮拜五啦，禮拜五我哋咧就有一個係長者嘅會員嘅快樂崇拜啦，咁嗰度咧就係真係一個嘅係宗教嘅活動嚟㗎啦，咁由朝去到晏晝㗎啦。再行入去，係咁啊，唞一唞之後咧就好好多㗎，係啊，即係個人咧就唔使話，即係有啲中轉站啊嘛，係啊。唔該曬，唔該。啊，哎呀，好煩啊！滿勤啊你係？計得咗。你係滿勤啊嘛，我記得你啊。你係咪滿勤啊？你係咪滿勤啊？嚇？你係咪陳滿勤啊？係啊係啊係啊！記得你啦。冇做啦，啱啊！記得你啦。記得嘅。你係富源樓㗎嘛？擺埋喺度啦，好啊！唔該曬啊！小心啲嚇，下次帶袋嚟喎，記得啊。唔該。好，拜拜，慢慢，揸好啲，唔好跌咗落地。未得，要揸好。好嘅，唔好心急。唔該，好啦，拜拜。咁嘅啫，有菜喺度食係咪？最主要嗰個身體方面咧，我係會講一啲對佢哋好有幫助嘅一啲嘅好少少嘅知識。自己食咩藥好重要嘅，因為有啲藥係相衝嘅，你要知道點去食法。禮拜4晏晝咧，我就有一個嘅關愛時光小組啦，咁我就 gather 咗大約係十多個嘅長者，同佢哋好近距離去接觸。所以我咧係好希望咧，藉住呢個關愛時光咧，係同禮拜4嘅下晝3點鐘，咁我哋有1個鐘頭嘅時間咧，會教大家點樣去用呢啲資訊啊，好唔好啊？咁大家咧就可以去報名嘅。你話我唔識嘅喎，唔使識嘅，但係你唔識先要教到你識。禮拜4下晝喺中心舉行嗰個教導政府有一個藥物嗰個，同埋手機拍片 HA 高。手機拍片好啊！報告咗啦。你要㗎？啱未啊？陳梅啊？過埋你啊！好啦，好嘅，滿咗啦。作為長者去照顧翻長者，有冇因為咁樣有啲咩特別嘅感受咧？哦，同我以前做嘅好唔同啦。以前就係後生啲去服侍長者啦，而家係一個即係退休之後先入咗呢個嘅崗位。最大就係同理心大咗啦，因為我都年紀大啦，咁佢哋所經歷嘅心理啊、情緒啊，特別身體嘅一啲嘅長期病患啊，或者突發嘅病咧，咁我都有經歷咯，係啦，會體會到佢哋深切好多。呢個病，因為佢話嗰個病裏邊得到你嘅幫助，得到你嘅醫治，得到你嘅看顧，得到你嘅保守，我哋將佢交託俾你，求你親自嘅保守帶領，你聽我哋嘅祈禱，係靠賴耶穌基督嘅名字，阿門。係咪一間多啊？